我叫 Alex， 1歲就嚟咗香港。細個時家人好忙，冇乜陪我。到我開始識諗嘢嘅時候，父母就離咗婚，媽媽走咗，我跟住爸爸同阿奶一齊住。由嗰一家起，我開始獨自面對所有嘢，考試、工作，甚至買樓，我都逐慣臨尾先話俾屋企人知。我唔想麻煩人，所以寧願自己去揾答案。呢啲成長經歷令我變得獨立，但內心始終有份唔夠安全嘅感覺，心裏始終驚一個人生活會唔會唔夠穩定，所以我好努力儲錢，好小心用每一蚊。細個時我諗過做考古學家、建築家，甚至投身航空同旅遊業。大學畢業後，我真係行過唔同嘅路，主題樂園、機場、培訓機構。到咗疫情，航空同旅遊業崩啟，我先至明白公職工作比較穩定，機會多，做嘅嘢有意義。我決定咗做好自己，面向未來，而唔係困喺過去嘅失落入面。而家我係一名政府工業員，負責地區工作，小至籌辦社區活動，大至喺緊急事故或惡劣天氣期間負責統籌同應變。我唔再只係追求穩定，我開始想承擔更大責任，解決更複雜嘅問題。原來一個人嘅價值唔係冇人幫得自己，而係靠幫助更多人，令社會更好。因為我學識咗感想。